相宜自性观嘛吼学道相宜自性观。那么今日有这个题目呢，咱做一个这个探讨吼。那么这个学道相宜自性观是出自于讲呢，咱拢知影，这个六祖坛经内中吼的这个忏悔品第六个对吼，伊个无相颂内中的一段话。咱呢嘛，咱注意前呢吼，针对这个忏悔品咱念一遍啦吼念一句，咱做念一句吼。美人修福不修道，美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只言修福便是道。布施供养福无边，布施供养福无边。心中三恶原来做，心中三恶原来做。你将修福欲灭罪，你将修福欲灭罪。后世得福最冤哉，但向心中拄罪缘，但向心中拄罪缘。福自性中真忏悔，福自性中真忏悔。福我大成真忏悔，福我大成真忏悔。拄邪行径即无罪，拄邪行径即无罪。学道相宜自性观，学道则相宜自性观。就以自佛同一类。我作为团出顿法，我作为团出顿法。普愿见性同一体，普愿见性同一体。欲欲当来灭发心，欲欲当来灭发心。离诸法相心中生，离诸法相心中生。努力自见灭悠悠，努力自见灭莫悠悠。遥念佛绝一世休，遥念佛绝一世休。欲我大成必见性，欲我大成必见性。兼供合掌至心求，兼供合掌至心求。这个歌呢，这题目是出自呢这个忏悔品，无上论内中的学道相宜自性观咱呢这是一个因素。第二讲呢，何为学道相宜自性观学道咱学道学大明之学，学大明之学啦，圣明之道。什么叫做大明之学？咱明定义之大，这个大明就是要来修就圣的身份的这个学问啦，这个学问要修就圣的这个身份的这个学问，我的心理，这真理。所以咱每一个人，修行水智得到伊了呢，然后呢照智啦照智见愿，以智见性，见性要得了成分，这就是啦，大义之啊，圣义之道，破背后呢，圣人神论，因所呢在世，生愿意来普度众生，伊来成就修持的这个法门，咱只要每一个人会当影响呢，咱圣人神论的这个在世普度众生，因比以前的骹步手落去行咱同款会当成就圣人神论那么上就是讲呢，然后咱日常嘛日常呀，就讲日常的生活来讲，咱为生甲死的过程，伫有形上的这个世间，这叫做呢日常。嘛当讲是应用，应用是啥？就是咱所讲不变啥物是不变的？咱若呢伫学校方面，咱讲世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无毋对世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咱其实小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变化，毋管呢有形的爱无形的拢好，拢总在变化。人呢出世甲老这个过程细胞一工一工，不管是怎么变，所以这个呢这个变数呢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啦而咱呢，咱若要讲到这咱人的灵性来讲，咱的灵性是永远不变的，咱世间一切有形上的拢是变啦所以上是
别，而且是真理哦。还讲呢，咱呢爱抱守条的，所以讲，这个做呢咱男女主人得力先即宽宽福音有实质，就会当抱守条的。咱今仔日得到了名讲爱守的多呀只考试努力考虑为道命，所以一定爱从这道抱守条的抱着，所以这上，这叫上伊呢，所以讲呢对着每件代志的这个处理的这个原因重点，你了对，所以讲伊就是重点重点。比讲好，咱呢这个一个站，一站一个站后一罐站后20粒，咱不可能是2点仔罐咱去站头3点，你10粒就对来去这叫重点呢伫咱呢这个做呢学道过程当中，伊一个叫做基础基础对。当咱今日学道爱抱守伫伊个抱守伫个基础咱自身的这所在，所以是一个基础。另外皈依，咱学着爱皈依，着爱自性分，咱的本性即阵迄自性分就叫做皈依。所以咱常来讲呢抓着紧的啦就成佛祖啦抓无着紧的呢，枉费咱的修行。因咱呢若毋知影这个咱有一个真正的自性分的话啦然后我向外去咧追求啦向外去追求，那么搁互伊打破屁，你就无得找你就无得找啦。所以我规个你来向外靠找着咱这个这自性分皈依自性分所以不在灵山无关求灵山自在你心中，今日有个灵山塔，好用灵山塔修，另外爱皈依皈依自己皈依自己什么是自性？自性刚刚讲当然五教的经典会转流领处无共款因咱老母娘派五教圣人各化，这地球上各化因要教化着这个咱的本来众生会当回归本来，所以讲呢，每个地区的方式无共款，所以人生非常的这个济所以咱只自咱讲佛性清净的心其实要来讲咱每一个人这世人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根本人生的根本你爱知影爱了解，你若毋知影讲咱人人生的根本根源伫对那么咱就无法讲。